市议员陈怡丁甲暖心企业冰电冷气公司关心医护以及民众就医时的空气品质，特别关注10台冰电除湿机和心大病使用。17日上午，伫心大病院大门举办关键仪式，由心大病院副院长林志胜代表接受这份来自社会上的暖心大礼。好 ，smile。非常感谢我们的冰点冷气由我们的林经理来代表来捐赠这个刚才我们林副院长所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防疫物资及时雨现在正好缺乏这个除湿机让他们能够来，不管是环境上啦、储存相关的防疫物资上都非常重要。疫情期间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不知道说我们冰点能够帮什么忙。那好在有我们宜真市议员这边做联系，那跟我们成大医院做接洽，那希望说这只是我们略尽绵薄之力，希望在疫情期间可以有所帮助。送给我们的这个除湿机正好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因为很多的防疫物资它必须在储存上面有一些环境上的一些要求。那我们正在想要张罗这个除湿，因为防疫物资越来越多，本来所设的空间不够了，要新增一些空间。正要张罗的时候，我们议员就跟我们联络说，有厂商愿意捐助我们这真是及时雨，非常非常的感谢。副院长林志胜表示，目前病院上需要的防疫物资就是除湿机，这个器材有价会放伫咧负压专节照护区以及实验室等上需要的所在。真感谢议员陈怡丁的牵线，以及冰点冷气的暖心赞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